平安。真欢喜，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主所定定的生日，请咱即时必办心，咱要先来念今仔日要念的圣诗，咱来念179首，圣诗179首，演讲归于圣父上帝。 205首，因为这首较少咧吟，咱先请老师来弹一遍。第一段咱来吟2摆，3来。 感谢主，因为主，互咱因为伊的疼，过失会当伫写做得也卡，感谢阿个主。主啊，全地拢要来敬拜你，拢要来吟诗学了你的圣尊名，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起立，咱来三甲来学了敬拜咱的主。啊，请咱欢喜来拍拍来学咱的主。 亲近我的心，我要学了做，成就早时代的我。亲近我的心，我要学了做，成就早时代的我。我要學了做，我要學了做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我要學了做，我要學了做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 我的心，我要感謝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相信我的心，我要感謝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我要感謝主，我要感謝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我要感謝主，我要感謝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 親近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相信親近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我要敬拜主，我要敬拜主，成就早時代的我。我要敬拜主，我要敬拜主。
成就早时代的哦。我要敬拜主，我要敬拜主，成就早时代的哦。我要敬拜主，我要敬拜主，成就早时代的哦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大声来宣告，咱要靠着主耶稣来得胜。阿门。爱你，我要宣告我的改变，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，我不再追踪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我一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被惧怕挫败，随着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的改变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，我不再追踪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我一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随着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我一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靠着耶稣的神，不必惧怕挫败，随着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，是你带领着我的神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每天都要靠主，依靠主，靠主来得胜啊！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来，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，他的爱永不改变，他的爱永不改变，在爱里也没有惧怕，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啊，来跟随主啊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来，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献给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我伤心，我气馁，我生命，我思念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交换。
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献明你的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我伤心，我气馁，我生命，我识别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我点献我的转，经常爱你上天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你爱永不变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我填写我的转，经常爱你上天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你爱永不变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我填写我的转，经常爱你上天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填写我的转，经常爱你上天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请咱三角来祈祷，听阮的救主耶稣，阮知影你听阮，你自阮要甲做罪人的时阵，你就先听阮。主啊，你的听是何等的长、宽、悬、深。主啊，阮要感谢阿罗你，阮要敬拜你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日日的引带甲带领，感谢你赦免阮的罪过，感谢你用宝血来洁净阮，也感谢你，互阮倚靠你来得胜。主啊，感谢你的听，永远永远无改变。哦主，阮感谢学到你无煞，阮要伫听的内面来宣告，主你就是得胜的主，你就是荣耀的主，阮要大声来。学到你的圣尊名，感谢主，阮伫这个连线的假期，总是阮分别时间来学到敬拜你。愿主你继续引带带领，帮助阮有刚强壮胆的力量，来面对每一种的挑战，来面对无同款的艰难困苦。哦主，因为阮倚靠你，阮跟缀你，阮一生拢要来服侍你。恳求主来带领，也欢喜，阮敬拜阿罗，感谢阿罗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来，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感谢阿罗主，哈利路亚，请坐，请坐。
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，我的嘴就保养你的好名声，因为你无爱祭面，若爱，我就要献。小祭你也无欢喜，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时，咱来吟圣诗179首。因光归伫圣父上帝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因光归伫圣父上帝，因光归圣父上帝，因光归伫圣父上帝，因光归三位。同心来祈祷，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，你生成万物伫逐项。主啊，阮有份伫你的救赎内面，真做你圣的百姓。主，阮真欢喜，搁一礼拜久来甲主你的面前，阮要全心全灵来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堪得阮尊重的上帝。虽然阮有时伫生活有面对真侪挑战。总是，愿在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，阮会当受到你的掠看，阮会当得胜到有春。主，感谢你帮助阮行入你所行的道路。愿知这是你为阮所备办的。愿正百是伫你的面前，搁一个来宣告，我们靠着耶稣来得胜。主啊，愿教会真需要有一个良牧来牧养阮的羊群。愿放伫阮的祈祷内面，我嘛确信上帝你已经备办良牧来到阮中间。你爱阮学习听候的功课，学习祈祷的功课，这拢是阮的使命。主啊，我嘛知，你互阮的福分，就是会当听上帝，听正人。有时阮的对敌虽然无可爱，总是我嘛爱学习着耶稣基督的听，来接纳这个无可爱的对敌。愿将即个使命甲诫命下伫阮的生命当中，求主你来用你的保护，搁一摆来洁净阮的罪。愿知阮有知甲毋知的罪，总是上帝，你互阮机会，互阮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得胜到有存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愿正圣徒伫你的面前摆个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大家请坐。
时，咱来拍开神圣史后壁面1017页，显着我来刻恁来印。今日的刻印文记载伫11篇诗篇第32篇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搁心无干燥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，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。害人会受真侪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这时，咱请信歌队来献诗，伫爸的厝内。
感谢信歌队为咱献奏好听的歌声。这时，咱请起立来祭念10届。第1届，第2屆，第3屆，第4屆，第5屆，第6屆，第7屆，第8屆，第9屆，第10屆，請坐。這時，咱來看今日的聖經節，記載佇創世記第9章20節到27節。創世記第9章20節到27節，顯着我來讀，恁來聽。那起手做農夫，栽種葡萄園，啉迄個酒來醉，佇布邊內燙褪褪。迦南的老爸含看伊老爸燙褪，去外面甲因2个兄弟講，閃江仔佛摕一領衫，看佇因的肩頭，倒退來掠老爸的燙褪，因的面出無看見老爸的燙褪。那酒醉醒，才知第2囝的所做，就講迦南着受咒詛。伊要做因兄弟的奴僕的奴僕，佮讲着懊恼，耶和华闪的上帝，迦南做闪的奴僕，愿上帝互雅父发展，互伊住伫闪的布边，迦南也做伊的奴僕。以上。咱要邀请陈一志牧师来讲道，伊的主题是亚底甲掠砍，愿讲的甲听的边边得到利益。请咱三甲按头来祈祷，听阮的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，互阮会当组织做一伙。伫你的名所设立的路州教会，阮伫遮来三甲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通过阮的同工，无论是诗会、诗琴、圣歌队，也是招牌两边的诗献，甲所有兄姊妹，阮伫你的面前所献感恩的祭，愿主你来感纳。主啊，阮知影。阮是有限，也是会犯罪的人，所以阮需要主你的救恩来遮看，来赦免。阮着时时省察阮家己，因为阮知影，有时阮伫无意中就会犯错，得罪人，得罪上帝。主啊，这也是阮的罪性。总是你是怜悯人的主，你嘛是愿意赦免人的主，所以只要阮诚心实意的悔改，你就要赦免阮拢总的罪过，撤销阮拢总的过失。但阮今仔日，搁一摆也通过圣经的记载，搁一摆来学习上帝你爱阮知的真理，也因为安尼，互阮会当伫行天路的顶面，搁较得到进步，信仰得到坚固。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安尼姊妹平安，愿主的平安常常甲咱三甲伫地，阿门。最近有连续3天的假期，对无？什么节？足侪称呼啦吼，
就是无人讲端午节安尼啦吼。嘿，迄是中文叫做端午节啦吼。有人讲五日节，啊嘛讲叫做肉粽节吼。啊，你有食肉粽无？食几粒？10粒的哦。哦，敢若无，咱宪法无规定啦吼。嘿，讲一人爱食几粒安尼啦吼。毋过吼，肉粽好食是好食啦吼，嘛是安那。啊，对，因为迄准备做的吼，啊，确实好食，我嘛食2粒啦吼。嘿，家己包吗？买啦吼，我问足侪人讲，即摆哪有人咧包啦吼？会用要失传去安尼。哦，到古早阮妈妈伫个时阵拢爱斗洗粽叶啊，对，迄去买啦，这个洗过吼，啊，然后就安那穿料，哦，有啥物料？至少猪肉啦，对无？啊，土豆啦，嘿啊，迄南部粽拢是即种的啦吼。哦，拢知影吼，红葱头，哦，啊个啦，菜脯有去加菜脯，啊个啊，迄个什物2人一定爱，啊个一项。哦，算好料啦，垃圾哦，我啦香菇一定爱啦，香菇啦，基本的啦吼，基本的啦吼。你顶你有咧目粽无？你顶你啦，有吼？啦，我相信你一定有。吼，啊，小淑珍有咧学无？有吼，安尼就无失传啊。啊，志文嘛爱继续学安尼吼。我跟你讲，即摆足侪少年苗目粽，吼，迄后摆会失传啦。我咧看咧卖粽嘛，拢有会的人啊，真少少年的，吼，这是咱的文化嘛，对无？啊嘛是咱的一个，要哪讲风俗啊，艺术嘛一个技术，吼，另外这你个嘛会晓别个吼，会啦。啊，这表示讲有起来啦吼，嘿，啊，确实吼，白粽无简单啦，无简单。毋过，迄就是咱的传统，吼，啊，咱的传统就安啦，传承落去，吼。好，今仔日啊，所以有较少人无？有吼，有诶放假啊，出外去的啦，有诶，迄机场拢客满啦，吼啊。可能今仔日嘛塞车啦吼，拢出外去旅游吼。顶礼拜就有人咧吼，咱的立分教师在问我讲，牧师这阶段第一安怎讲吼？啊，我讲若照字面叫亚啦，还是hen啦，吼。啊，咱业人就顶落就讲去查字典吼，吼。伊讲若是咱的热起来话啦吼，慢慢讲热起来就讲直接翻译叫做吐槽啦，安尼啦。我感觉伊讲这嘛真有道理。好，来，咱有啥物代志会用去用吐槽？对无？我用知的代志啦，对不对？也是讲见笑代啦，敢毋是呢？吼，今仔日咱看这段圣经。就是拿阿姨安那啉酒醉，这个代志。照你讲吼，好了，迄后壁会阁讲啦吼。当时你无穿衫，细身躯的时阵啊吼，啊，不过就是讲，安尼感觉真见笑吼，对不对？歹势啊。啊，所以讲到啉酒醉，我想到一个笑话啦，吼，讲有一个老和尚，吼，啊，伊就落山要去弘法，吼，人请伊去，敢若咱牧师去培灵安尼啦，吼，报道安尼吼，一礼拜久啦，吼，啊，伊落山了，才想讲啊，我有一罐吼陈年老酒，吼，袂记收起来，啊，哪害啊？啊，即下袂当活转去甲藏起来啊！
伊手就忍起来吼。啊，等到一礼拜久转来了后，伊有三个徒弟啊，小和尚吼，啊，就甲因叫来，啊，好久不见啊吼。啊，有影7天无见面啊，咪好久不见。哎，迄个想啦，莫翻译啦吼。啊，第一个小和尚就讲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”啊，所以这个老和尚知啊，你无啉，伊嘛毋知啊，像知影吼，善哉善哉。啊，第二就较老实啦，伊讲：“我佛慈悲。”啊，你几杯？4杯啦哈，我喝4杯，我佛慈悲。最后一个讲罪过罪过，啊老先就知影吼，安尼啉了了吼，无爱醉啦吼，罪过罪过嘞吼，这叫做高招啦，高手过招，所以大人拢知影。小和尚嘛知影因老和尚咧问啥，啊因嘛会安尼甲伊回答安尼吼。好，啊，啉水好毋好？啊，钙毋好哦。啉水钙毋好。对。啊，受着教的啦。啊，讲受着，讲着昏血着倒安尼。啊，想着叫着气安尼啦吼，哎，这咱的台语的双关语吼，听有就听有啊啦吼，啊听无你就笑，对人笑安就好啊。讲几年前啦吼，多侪年前吼，有一个赛车高手来咱台湾来做表演就对了吼，啊。结果一来台湾，看着咱台湾人咧开车吼，真一条呢。话咱应该是一礼拜外前嘛，有无？三劫发生什么代志？现在8月老司机姓余啊，吼，张世余啊对啦。忽然间安尼加速，啊对校门口迄个路安尼撞过安尼，开偌紧嘞？若讲差不多时速200公里有。有。啊，学生囡仔要放学啊嘛，迄个时间，差下晡时啊4点外，啊嘛妈妈要去接囡仔，啊去弄死几个人，3个，一个妈妈啊2个学生囡仔，啊搁10几个受伤，啊伊家己嘛昏迷，啊甲张个。晓去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真实的真相啦吼，因为迄个凶手已经无得了嘛，所以歹查啦。这个不过讲会当推断啦，啊，人就对迄个监视器落去看，讲伊就是要倒弯，还弄着迄个安全岛，搁捌去，啊，弄到后壁迄台车，啊，伊无落来，我就紧冲走呢，毋知是毋是呢？啊，有人讲是讲要捉头前个乌多摆，讲敢若是因造成安尼，有人安尼，拢咧猜咧摇啦吼，也是讲伊就紧张，香港吼，啊所以为着安尼讲要修法呢，哦，即摆75岁以后，就爱3年换一摆这驾照，哦，即摆讲要修到70岁，安尼我你要搞，哎，啊有人讲哦，有影啦。啊，为了这样代志，阮查囝啊，伫美国赖我讲爸爸，你不要再开车，不要再骑车了。我讲我尽量，因为不能尽量。啊，无是今仔我来教会，嘛是在调头外啊吼。讲我会小心了，哟，绝对不要再开车了，然后，哎，嘛是关心啦吼，有影？咱台湾开车讲起来是真恐怖，有人讲吼是。行人的什么地狱？你要过路吼，你莫想讲啊，车顶头，嘿嘿，有人搁哪行路哪看手机啊，有无？嘿，迄
你继续青灯就无来，来车就来撞来，闯红灯啊！哦，所以这个赛车高手是讲，嘿，讲你台湾人吼开车真恐怖呢。哦，伊看咧讲后无人无较早讲安全带爱绑嘛，有人嘛无咧绑安全带，啊嘛无咧看目睭呢啊，后视镜啊，吼，安尼乱撞乱开，啊嘛无专心要看环岛路，安怎开车哪食物件，安怎拍手机啊，你听哦，安怎开讲，吼，哟，不可思议啦！不可思议啦，吼！所以记者问讲，你平常咧赛车的时阵，吼，你毋是拢开真紧吗？对不对？你咧速度拢超过200呢？伊讲吼，无毋对，迄是咧比赛。毋过当阮咧开车的时，阮养成一个习惯，一定爱2只手专心，甲迄个环岛路方向盘爱看好势，目睭一定爱看头前，耳孔爱听四周围。的声有任何状况也无，上惊就讲你无专心啦，吼，所以就是爱专心，一直聚精会神，所以伊毋若要求紧，再当得第一名嘛，得冠军嘛，得奖牌啊，毋过佫要紧来保全性命啦。伊讲若无命吼，命若无去咧，啥物拢无啊。哦，对影。咱看有个赛车嘛发生意外，对不对？就去了了。今仔日咱真侪人嘛是共款，吼。有当时你要接近完美的时阵，哎呦，已经要到目的地啊，因为你一时的疏忽，就出代志啊。我家己嘛亲身的体验啊。哦，我伫1月2日迄边。暗时已经7点外，徛倒摆，为台北要转来五股，因为天色较暗啊，啊过一个迄个苏洪道，哦，啊要带转，啊普通是无拢会去注意看，过吼，我迄个安全帽佫暗暗，迄款黑色个啦，吼，啊看较无，啊迄台光电话佫无好势，啊所以有一个安全岛，迄忽然间。无介长，啊我嘛无去注意到，我刚才看头前的青灯，我好有准备要带转，砰者，我毋知发生，啊我就拍落去啊，哇！迄一瞬间呢，你知道，毋是甲人烧弄，我去弄着迄个，喙齿就断一齿啊！啊，即期我本来嘛是职业啦吼，台大车。伫迄个台北医学大学，啊，就去转去，啊，肺流甲规领裤拢是，哦，真诶，啊手嘛拍迄挫伤吼，啊，所以迄家己嘛莫名其妙，啊，都有一个好心诶人过来，哦，伊讲伊警察，我讲哇，警察到这里来，无伊无咧执勤，伊讲我虽然联络救护车，我毋免啦，我带5块尔，我应该。无问题，伊讲无你徛看觅，吼，啊无偌久真正救护车就来安尼，啊要带我去病院，我毋免，我转来去5股啊来找医生就好安尼，啊无来做笔录啊，你知道？啊，就要开单咧，嘿，就造成安尼，迄就是讲一时的疏忽啊，所以阮昨仔嘛讲，阿爸，迄就是你吼有咧退化，你知道？哦，你毋好想你个少年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即摆迄条路毋敢徛，有阴影啦，你知道？啊，暗时嘛尽量吼，莫啊，所以安全无去换一顶，有迄较光诶，安尼，啊，宁可吼行迄种较大条路，哦，较安全诶，哦，啊，咱会当莫骑车就尽量莫骑。甚至阮知影讲，你若会当莫开车，坐公车就好啊，坐捷运就好啊，安尼吼。好，我就甲伊讲啊，爱小心啦吼。所以像你即摆有时疏忽，就会引起危机啦。你我拢捌有疏忽过无？
有无？一定有啦，哪有可能无？对毋对？有当时咱咧煮物件有无？灶骹电话来有无？去接者，我袂记你关火，会无？即摆有一种的假使咯，敢若讲会当自动甲伊禁了。哦，迄什么牌？这有咧讲过哦。哦，那迄就袂歹。哦，因为咱南北有当时会失注意嘛，或者造成真大的灾害啊，敢毋是？所以当你有疏失的是，你会真懊恼。就是讲，你努力到行，偏偏就是一件缺失中间叫人掠出来，叫人长出来，就甲你扩大，甲你宣传，足大，真做真大项的代志。所以一个小小的疏忽，会造成真大的灾难。这种的例真济啦。今日咱读这段圣经，就是咧讲拿阿的时代。拿是义人，哦，上帝看做什么叫做义人？毋是义人哦，伊唔共款啦吼，毋是艺人，是上帝看做好的，敬畏上帝，然后有遵守上帝律法，哦，有咧教育伊的囝儿，嘛有咧带因敬拜上帝，哦，无惊歹。所以伫当时来讲，伊甲正人比较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这无简单呐。因为迄个时代人讲歹到一个地步，吼，地上充满强暴，规日拢想的拢是歹。哇！伫马太24章37节到38节有记载讲哪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嘛怎样，就是讲。罪恶灌满啦，什么叫做罪恶？人的心思想拢是歹的，有无？乌的要甲你讲做白，白要安尼染到乌，会当甲你抹黑，无影代志讲甲咱有影，过来拢要想要害人，也是讲要污人的钱。趁不义之财，哇！大家都食清啉啊，嫁娶，哇！直到拿进入大船的日子啦，哦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就咧记载讲，拿已经，哦，上帝交代伊讲，你来做一只大船，大只船。你知影无？这只船吼。就是因为上帝准备要结束迄个时代，要毁灭全世界，伊就去甲因哪做，就搁去甲百姓宣布讲上帝的降灾会要到，结果有人要相信无？无呢，大家拢讲说头壳歹去，因为吼。伊一方面做船，一方面就叫人来悔改，哪人要相信啊？大家拢我过日子就好啊！而且做船，我做伫倒，你知道？山顶呢？咱台北嘛有一个大学伫山顶，叫做什么大学？文化大学，伊有造船系呢。文化大学有造船系哦。哦，有人做船伫山顶。即摆有无？我毋知文化大学造船系有咧做船无吼？一般做船拢嘛伫倒位？海边仔嘛，敢毋是？我做伫山顶，这人头壳问题啦，空啊，对无？来伫创世纪第5章29节讲，伊本来伊老爸叫拉麦，是做失人啊，是农夫啦。哦，咱知影做事人是靠天咧食饭，对无？你着爱做事，你着爱勤勤做工，你才通食。伊本来就好势好势啊！上帝讲你着去做船，迄是完全无共的呢。毋是干那做毋是干那做一个月呢，毋是讲几工仔尔呢。拢做几年？你有读圣经？
毋是12个月，毋是12年，是120年啦。咱在哪活到几岁？啊？迄是敢若16，无16是365年。哦，有一个活到伊敢若500年，500岁安尼。反正古早的人拢岁数真长啦吼。120年呢，迄已经过几代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伊无怨言，无后悔，毋若家己做，佮带伊的某囝，伊带一个某3个囝，做伙做，因拢无怨无言，真大的牺牲，人甲伊笑，伊嘛袂要紧。对少年做甲老，吼，忍受一个对伊误会踢笑，偌侪试探，哪拢无受影响，伊只有是一个活伫清醒的迄个时代啦。逐个人醉生梦死嘛，毋过伊知影上帝所讲的，所以船做好了，大水有来无？果然来了呢！哇，落几日几暝？40日。下咱若落雨一直落无停，就淹水啊，会无？就水灾啊啦！哦，真恐怖呢！40日暝呢，水伫淹到倒去？山顶去啊！船就开始咧震动啊！说上帝有智慧呢。无一个做船伫山顶，原来是安尼啦，原来鸟鼠啦吼。上帝意念赢过人的意念，旧时代结束啊！哪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应验啊！哪会属灵的经历？照你讲，伊是达到上高峰嘛？人拢死了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伊做迄个船，佫拢寸笑呢，照规家呢，啊，佫来爱，拢爱动物嘛，爱留公的母的，有无？哦，啊，所以最后就是伊甲因某，啊，甲因囝，甲因新妇上船啊。虽然知影迄个船有无，就是巴口一个舟啊，有无？会甲这有关系啦。哦，咱的船即字啊，哦，背靠，哦，所以当照你讲，伊所以当大水停了后，出日啊，后出晴，有无？迄个真说一个气候上的嘛，因为讲伊袂阁降大水会在。哦，所以就佫恢复做事啦。哦，伊就开始种葡萄啊，葡萄有收成啊，伊嘛才温困做工啊。结果危机来啊，那伫大水了后，种一个葡萄园，哦，温困开垦，伊用袂落来，哦，所以就有好的收成。啊，葡萄会当做啥物？结酒，对不对？葡萄酒好啉无？好哦，有两日你一工拢有啉偌济？不要紧啦，啉酒毋是歹事啦，哦，总是喝酒不开车啊，是吧？哦，啊啉淡薄啊，酒会当安啦，有真个功能啊，哦，促进循环，血液循环。嘛会当医病，哦，但是物件拢是安尼，过量就安那，就无好啊啦，哦，那就是啊，啉伤济啦，哦，啉啊伤过头，一啉就一发不可收拾啊，最后个安那，甲伊衫裤拢脱了了，啊，不过吼，伊是伫病仔内啊，赤身裸体。哦，伊家己都毋知影，不省人事了嘛。好来，这是一个过程。那会经历咱得到什么款的警醒？有时吼，咱嘛会亲像哪共款的，咱的侍奉是咪真有成就啊？哦，我做甲长老啊，哦，我做甲什物议长啊，哦，我做甲什物有诶无诶哦，毋是有诶无诶吼，做者头衔安尼啦吼，哦，我大家看着我拢甲我敬礼安尼有无？啊，是讲哦，我伫教会吼受人尊重的吼，人看着我长老平安哦，牧师平安哦，会无？哇，长老你做辛苦的哦，多谢你来甲阮关心吼，甲阮祈祷，有无？
当你开始有过效的时阵，有当时你的尾流会开始翘起来呢，会袂？哦，你做者心的呢，有影，敢若有影哦。我做会长，我拢咧关心人。哦，我做队长，我做县外队的，哇，好听无？哦，咱嘛做爱听人学人学咯，会袂？会无？会哦。今仔县外队唱得好听无？我恁无讲，爱讲老实话。这条歌好听无？今仔县外队唱啥物？袂记哩。伫白厝内，有无？哦，这算翻译的歌，约翰福音14章内底有记载。哦，这嘛拢是圣经内面的话。哦，好，咱今仔日在座拢大部分是得到救恩的人，咱拢是伫罪恶中上帝甲咱赎回有无？得到拯救。哦，所以咱拢是有救恩的人。啊，毋过，咱会阁犯错无？会袂？会啊，因咱是有罪性，有影？咱开始伫教会者心有奉献，而且咱因有救恩的愿望，所以你做代志就真积极。慢慢你的工作就表现，你的侍奉就果效。后来少年人就开始娶某、生囝，就买厝啊，搁买车，五子登科，愈来愈有成就啊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咱林中央因囝佫是10大杰出青年吼，不知我知呢吼，哦，迄身高人袂使甲得失着哦，啊，所以吼，真侪人开始甲你学咯，甲你肯定，甲你拍步啊，拢是因为你恩quyền所得到的果子啦。开始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不知不觉，这物件就开始发芽，你知道无？酒就是发芽的物件啦，发酵，芽。你就开始人爱讲好听话，甲你学咯，灌米汤，真爱人甲常甲你称赞，啊，这我安尼讲，是因为我嘛是即款的人，真诶。我甲咱应该拢同款，某这个乱足，慢慢这个发芽的物件，伫咱的生命中间会起作用啦。咱敢若学，咱就行路有风，对不对？渐渐的，咱的属灵迄个衫裤就安那脱掉啊。咱的感恩，咱的节制，咱的谦卑，咱的圣洁，咱的警醒，都渐渐失去啊。内面迄个骄傲、自高、无公平的论断嘛，拢会走出来。看人袂顺眼，感觉讲我做上好，啊无咱就是有当做一寡袂见证的代志，你知无？啊是讲咱就有安尼交群结党啊，我就找我甲我个性较合的，要听我的话的人安尼。咱开始都有这物件，咱爱人听咱的话，咱要做头。毋过咱知影，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第12节讲，所以家己抓做徛在的，着谨慎啊，着谨慎。行了会跋倒。你若感觉讲我足无问题啊，愈爱着爱注意。你若感觉讲我逐工拢咧灵修啊，拢祈祷啊，我足属灵的啊，我哪有可能犯错？我你讲，你若安尼想的人，都爱谨慎啊。所以咱看，这叫做疏忽会带来危机啦。疏忽会带来危机。第二项，当疏忽发生的时阵，有两种的表现，别人会看到。若甲你压底，也是讲甲你显出来，也是顶头讲甲你吐槽。咱爱讲人的长底无？
爱无？我咧讲吼，有人讲吼，你若要全世界拢知，你就找放送台、广播电台吼。你讲迄人听着，全世界拢知啊，全教会人拢知啊，吼，有无？啊，你讲伊听伊就宣传啊，吼，咱嘛有一句话讲吼，寄物件会安那，会减，啊，寄话咧会加啊，加油添醋。无影的代志嘛，甲你讲甲有影呢。啊，如无讲这个代志，伊佫甲伊去制作出来，听到？吼，迄个咧啊，要讲野底啦。所以当一个人，吼，真侪人看见，哇，原来伊嘛是即款的人的时阵啊，其实迄是一个足艰苦的代志。牧师会犯错无？当然嘛会。牧师嘛有人外遇啊，婚外情啊，有无？足多哦，嘿，有诶足多暗中做代志无人知，但是咱毋通袂记，上帝知。所以感谢上帝保守那啊，伊虽然啉酒醉吞腹体，总是伊只有伫病内啦，病仔内底，毋是伫公共诶场所。所以若是安尼，啥物人会看见？恁兜诶人呀嘛，是毋是亲近伊诶人啊？哦，只有经常出入伫迄个病仔诶人才会知啊。咱伫上帝家内，咱逐个做伙久啊，咱嘛加减啊知影你诶空芳好无？哦，你啥物个性对无？哦，像咱毋对了，拄则甲。像讲啊，伊做白目安尼吼，我讲啊，就是你白来种啦，吼，爱去开刀啊，吼，伊讲对，我要来去医生看。大家太了解了嘛，所以当然啦，该开玩笑，敢不是呢？做伙久，咱就知性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嘛知影讲，伊爱啉什么，哦 XO。啊是啥物 whisky 吼，我毋知影，即摆啥物酒啥物牌吼，我即摆我即摆无咧啉酒啊，古早个加减啊啉一寡酒，即摆滴酒不沾脸，秘鲁嘛歹啉，现在呢，啊袂啉了吼，就袂爱啉啊，哦，古早若较热天都就去 7吼，啊买2罐啊，啊放伫冰箱。哦，啊，热啉者，就好，你敢知？不过吼，毋知安怎后来就无想不爱啉，就人无爱，就袂过啉啊。吼，啊，啉酒毋是歹代志，毋过是啦，毋通过量啦，吼。所以共款嘛，哪个囝伊有3个囝，第2个囝叫做含，叫伊大先看到，我看到老爸，哎呦，原来安尼。伊从来捌看伊老爸讲无穿衫裤啦，你因怎你伫思路通北地无？咱有个人吼，查甫人较凊彩有无？伫厝内都穿一内裤尔，热天啊，啊厝老家己个人啊，敢毋是？啊通北地啊，啊就伫厝内也是行咧行来行去啊，有无？穿脚拢安尼嘛，见怪不怪。哦，毋过含伊看恁老爸讲，哎哟。阮老爸哪安尼？因为伊是出世一个充满罪恶的环境内底，所以自细汉老爸就一定对伊管教真严啦。你了解意思无？伊本身来要求家己，啊嘛要求伊的囝儿，吼，就讲伫生活中间爱严肃，咱爱有家教，穿插爱注意。无想讲伊老爸啊，伊甲我讲的，啊，家己表现出来安怎？无共款啊，吼！而且伊已经毋是囡仔咧，伊佫是家男，伊的囝叫做家男的老爸，毋是幼稚不低的囡仔。伊讲袂当体谅伊老爸吗？所以咱看到真侪人嘛，亲像甲含共款啦。咱有人已经做中级、做东工，毋过咱有当时嘛袂当体会别个东工，可能是一时的疏忽来失败。就亲像咱做人的爸母。
已经做人爸母，咱嘛常常咱的爸母咧忧伤、操心共款啦。咱做人爸母会犯错无？嘛会啊！天下不息的什么父母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。所以含看到伊老爸这款的失态，伊无去体会到讲是毋是伊爸爸长期做工课伤忝，伊政府的啊，真认真的做啊，过去嘛做多代志，所以即马啉酒啉过量，造这种疏忽。做囝儿是毋是当较关心夫妻？毋过含无安尼做呢？一天都去甲伊的哥哥、甲伊的小弟讲，甲闪甲雅佛讲，咱爸做身体就对啦。咱定讲日本人安那有礼安那无体，是安那叫无礼无体？因为咧新闻传大众祠，大家拢嘛安那？你去新闻传，我拢咧穿衫裤。我捌去日本咧拜道迄真正是大众祠无分几个呢，男女做伙都拢，我讲哎哟，迄那好意思，互别人看到咱呢，咱后尾来注意啊，咱注意的啊，对啊，迄因的文化，所以含看到安尼，讲就去甲伊兄弟讲，所以当那醒起来，知影这样代志了后，就甲含讲什么？迦南着受咒诅，伊要做伊的兄弟罗卜的罗卜，有无？是我在安尼记载，这是受诅。不过这个代志无马上发生，一直到800年以后啊，以色列百姓入去迦南地，才将遐罪恶灌满。充满淫乱败坏迦南人啊，就是迦南的子孙啊啦，拢赶出去。所以其实迦南人其实甲伊嘛拢是哪的后代了，拢共做的啦。伫宣判进前，你来看，经过800年是真久时间，上帝嘛互人有机会悔改。毋过咱看整个的天书，对含到伊的子孙并无悔改。可见，迄个咒诅是家己找来的，因有缘咧犯罪啦。所以咱的求主帮助咱，爱为着咱今日所做每一样代志负责任啦。咱有当时啊想讲我著凊彩讲的，咱定讲物件会当学袂食，话咧，毋使袂讲，话是有气力的是会实现的咱来为着咱家己所做的事、所讲的话来负责，因为迄嘛影响着咱的下一代，甲咱亲近的人啦。最后一项，亚看就会带来祝福。所以来互咱安慰就是，哪个另外2个囝就是闪甲雅佛，因看着老爸是，因听到啦因个随入去，就随讲阮爸体格个袂歹无啦，伊是倒退路，哇，毋敢看，下衫，才甲因老爸啦看起来，因为感觉讲这是见孝代，老爸是因所尊敬的，所以连看嘛毋敢看，紧甲爸爸惹看起来。所以诗篇32篇第1节讲：过失得着赦免，罪过得着惹看的，这个人有福气啦。如果你的过失，互人甲你惹看，你就是真有福气的人。惹看，咱知影不等于包庇啊。什么叫做包庇？台语来讲，也叫包庇吼。包起来，包庇就是讲暗，我唔是暗砍哦。包庇就讲伊着，这个代志着明明都做唔到啊，改安啦，替伊
哦，这足深的啦吼，也对了，这老师嘛拢改考倒啊。包庇甲这个不一样哦吼。真正正看就是讲，好，这个代志毋是讲你的代志，是咱共同的责任啦。你知道意思不？真正的遮盖就是共同的责任啊。香港阿骨将衫看伫个老爸身上，就是伊知影讲啊，我会当体谅老爸，这是阮的责任。哦，爸爸的软弱，伊绝对毋是故意的，所以紧甲伊遮扛起来。所以这样代志，因绝对嘛袂去世界宣扬啊，敢毋是呢？彼得前书4章第70、第80嘛咧讲，若是万事的结局，滚啦，哦，所以就自在节节来祈祷。第要紧就是大家要切切三听，因为听是加堪做挂。所以咱就看到这个真要紧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在三听。当伊有过节的时，嘛是我的责任，我得搁较听伊。吼，当安尼做先听，就会当加堪一切罪过。咱想着讲家己要去抵挡罪恶，非常的困难，你知无？毋过若有真侪人伫咱的边仔，甲咱互相扶持、提醒，咱就袂容易互罪较赢啦。佫就是圣经加勒太第6章第20讲，兄弟啊，若有人无张持啦，什么叫无张持？不小心啦，哦。犯了罪过，恁属伫神的人，就是讲属灵的人，就安那用温柔的心神归正伊，也着家己关防，行了恁嘛会拄着刺，就是安尼做境界。咱中间什么人毋捌犯错，拢会拿呢？当你犯错时，你讲爱别人伫你的背后，也是公开甲你宣传，也是甲你讲你的歹话，我相信无一个人爱。毋过咱却常常真容易将别人的过失来安那宣传啦，报互人知啦。感谢主，今仔日若毋是主先听咱，饶赦咱，热看咱。我想咱毋知会变做什么款的人啊！所以主真做咱的遮看，咱常常只有看到属灵美好的一面，但是咱无咱想着讲，咱若离开上帝遮看，咱就什么拢毋是呢？彼得是毋是捌3摆咒詛？有无？主讲你今暝鸡还未啼进前，你会3摆毋认我。彼得当刑勘讲，别人安怎我毋知，那我彼得绝对认你到底。他讲无偌久尔，人就讲啊，这甲耶稣共党的啊，伊甲伊讲拢家己你的口音嘛，伊就是，毋是哦，有无？真好认嘛，第3摆了，安那听着鸡咧啼啊，想起了主的话，有无？伊就伫遐流目屎啼哭。后来主过活了后，伫咧早起食早顿的时，有无？伫海边啊，耶稣几摆问伊啥？Peter, do you love me？ 你有听我无？彼得安怎讲？主啊，你知我听你。迄个用搬戏应该是安尼啦吼。耶稣甲伊讲啥？饲我的羊啊！问几摆？3摆。这样代志啦，问一摆都真多对无？若问第2摆咧，啰嗦。第3摆咧，表示真重要。
所以要说3次，对吧？嘿嘿，因为彼得3摆唔认主啊，耶稣就3摆问伊啊，你听我嘛？甲伊讲，你着饲我羊。主下面有无？当然有啊，毋知佮交代伊责任。主家看伊，伊嘛无甲讲，伊敢若问我彼得，你有听我无？伊无甲伊责备讲，彼得啊，你哪能无认我？无认我？有安尼甲指责无？无呢。所以主下面伊也看，而且佮交代伊重大的责任，互伊佮一摆定心佮徛起来。结论来讲，好兄弟，我嘛咱的教会嘛是安尼。你我有真侪过失是别人毋知的，可能连你家己嘛袂记哩啊。咱有当时有健忘症，你知道？啊，无就是故意袂记哩啊。啊，别人的毋对，拢记条条。哦，会安尼无？会哦。毋过当性情更少，咱的是咱会发现，哎哟，咱家己嘛做见笑的，敢毋是？我哪会做无知啊？我若做遮侪毋对的代志，讲遮侪毋对的话，毋过主讲伊要赦免你，就是诗篇32篇讲过失你着赦免，罪过你着遮坎的，这个人安那有福气啊？咱为什么无家己嘛有福气，嘛别人有福气嘛？是不是安尼？逐个人拢有可能有疏忽、有疏失，但是求主互咱诚做迄个，毋通诚做迄个会晓讲献底处啦，讲人的是非，还是讲吐槽，吼，迄人，好无？紧咱的喙，吼，为即个人祈祷就好，互咱拢交做别人的什么遮看。哦，安尼好无？交做别人的帮衬，阿免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知阮是真有限，嘛是真无知，常常陷落伫罪恶的人。阮只有看到家己会好，的优点。就亲像耶稣你讲的，阮无看到家己目睭内圆仔茶，毋过却常常咧看到别人的目睭内的草仔油。当人做小可毋对时，阮就甲伊扩大，甲伊指责，甚至甲伊宣传。做阮是何等的愚妄，无听心啊！做教会若是诚做即款的环境，什么人肯踏入即个环境的内底？求你光照阮，互阮看出阮家己内心的污秽拉散。求你更新阮，改变阮的生命，互阮会当诚做一个热坎者，毋是要去嫌人的是非。讲人的长底的人，主要阮知影，靠阮家己，阮做袂到，阮只有靠主的气力，帮助阮对阮家己做起，改变阮，嘛改变阮的教会，改变阮的家庭，改变阮这个社会，互阮真正诚做一个和谐、三听的教会，一个三听的社会，三听的家庭。毋是要求别人，是对阮家己做起，对阮家己改变开始，求主帮助。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，阿门。是咱请起立来吟圣诗205首，过失得赦，罪得领壳，咱吟全首。兄弟。
请坐。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因奉献的诗歌。这是咱拍开周报，咱来学今日的金句。咱台语来读一遍，请。过世着切面，罪过得着掠坎的，这人真有福气。诗篇32篇第一节。这时咱来欢迎新朋友李德阳弟兄，咱请起立来欢迎伊。欢迎李弟兄是新店行道会的兄弟吼，伊即马搬来，伊住伫泸州重阳街，咱欢迎李弟兄，逐礼拜和咱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等下会后有交新人交代，伫楼骹1楼吼，李淑珍长老吼，甲迄个苏月姐。来，这是咱拍开周报，我来报告消息报告。等下，咱要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，吼！伫个报告了后，咱才来举行。第2项，6月初8后一个主日圣灵降临的节日，咱联合礼拜，所以咱9点聚会，吼！咱请无来的，也是参与华语堂的兄弟姊妹，甲因提醒一下，咱只有联合礼拜伫9点。迄个主日是同心团契主日。由同心团契兄弟姊妹共同来服侍。第3，6月初8礼拜联合礼拜了后，传道组举行同工教育训练，咱请中职同工甲兄弟同齐做伙来参加。迄天有准备中昼顿。第4项，6月14日，咱的台北中会举行进阶长职训练会。报名到6月初8，咱请中职同工来报名参加。第5，洗礼报名吼，那伫咱遮聚会还袂洗礼的兄弟，欢迎新宁也是小丽来报名受洗。伫个8月初10，咱的圣帝恁主日要来举行洗礼。后礼拜6月初8报名查址，吼，因为咱报名了后爱上迄个信用的造就课程，吼。来第6项，就是我拄仔有讲，礼拜后了1楼的
沙花区是新人接待区吼，咱请其他兄弟会当让座。第8项会计报告，咱5月份咱3楼，咱这边有新增2台的冷气机吼，所以咱的少爷是负数吼，咱同齐家己来看就好。来，同心团契后一个主日了后，礼拜了后要举行例会，好，请同心团契兄弟备办先来参加。第2项就是儿童暑期儿童营吼，7月12到13，拜6到礼拜2天，上午9点到4点，伊名额敢若有40位啊尔吼，所以你若厝内底若有小1到小6的学童，会当赶紧来报名，报正金是300块，只要你若无迟到早退，专程参加，结束了会全额退费。好，报名为今日开始。额满为止哦，所以非常抢手，大家爱卡手爱紧。好，甲助理的老师报名，嘛会使伫个网络报名 ，FB 泸州长老教会儿童主日学。好，具体相同的部分，咱就伫个每一日亲近主的时阵，三体来带到。秀兰执事秀兰长老要补充报告吗？好来，欢迎秀兰长老。有开了，直接讲。喂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吼嘛真久无上这个传福音的课，咱后礼拜头拄啊，咱的立监执事嘛有报告讲，后礼拜6月初8一顿尔，礼拜后请大家留步，咱就来听这个教育。的训练，同工的训练的课，有邀请廖国志执事来分享，伊准备了真精彩。伊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。我毋茫，咱身为基督徒，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爱以基督的心做心，咱就来听这个课，互咱大家做伙。共同来为教会大复兴，来同工咱也毋茫各位兄弟呢迄天特别留落来，吼留落来听这个课。我特别要来呼吁这个各团契会长、同工个圣歌队邀请各位咱教会的会友。请恁留落来听这个课，咱也恳求主，互咱智慧，互咱智慧为主做工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互更加侪人得到属灵的祝福，也是为着咱的教会大复兴。咱大家做伙来同工，伫这个无牧者的时阵，咱也爱刚强壮大，为咱教会做工。毋茫大家踊跃来参加。感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这是咱要举行6月份的庆生，咱请6月份的寿星会当来到头前受大家的祝福。正义执事苏娇姐、嘉贵、玉兰、明祥、锦标长老、立宗、新伟、美丽、学珍、诗颖、少斌、冠宇。伫名单内底无登记到的，但是你是6月份生日的，嘛欢迎你来到台前。只要是6月份的生日的，拢会欢迎你来到台前。咱同齐来唱生日快乐歌。生日快乐。咱请牧师为这个寿星来祝福祈祷。感谢吼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有生日的快乐，对阮的爸母
来生阮，互阮一代传过一代。你嘛知影，阮伫生日的时，受到上帝你甲众人对阮的祝福，阮就伫遮恳求主，加添阮所有6月份的受请这兄弟，互因的身体得到健康，万事亨通，阿门，灵魂兴旺。阿门，主啊，互因伫生活中无欠缺，阿门，一切拢有主你的保守甲带领。也因为通过阮伫你面前的恳求，或者受请，伫生命中拢会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阿门，安尼感谢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。阿门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！这时咱要来吟每遍诗，圣诗389首。吟诗煞，请牧师来祝祷。咱请起立。大家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但愿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谦卑上帝的听堂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常常甲咱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咱默祷闭会，愿主赐福咱。